另外，国内的消息，咱来关心的是高雄林园一间地下工厂，伫个民国112年的时阵发生过2摆的火烧，迄当阵是造成空气的污染。结果环保局进一步来稽查，所发现讲，这业者呢是用合法来暗砍掉这个非法，已经囤废弃物超过200吨，而且这处理的行为嘛共款是违法。这环保局移送检警单位来侦办，即嘛经过当外的调查，高雄地检署已经依法甲姓陈的主嫌甲员工2个人拢加起诉。怪手将一打一打的粪扫挖开，消防员持续钻水，莫阁大火阁继续烧。112年9月甲12月，高雄林园一大地下工厂连续发生2摆大火。环保局进行稽查，所意外发现，业者只有废弃物的程度许可，竟然违法囤将近200吨的废塑胶、泡棉甲油桶，甚至阁用机台做切割假碎，包括大火造成的空污，也阁有违法囤废弃物等行为。环保局依法开发，拢总罚41万1000块，都是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。那个会接那里啊？对啊，那个有这种欧烟了呢。稽查发现，该厂堆置废塑胶等废弃物，未领有处理许可，从事裁切的处理行为，涉犯废清法46条刑责规定。高雄地检署指挥保持第3大队持续追查，发现姓董的主嫌敢有具合法的程度许可，用合法暗砍规法，带姓林的员工来做废弃物的切割处理，已经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的相关经济规定。甚至最后，阁因为无在调处理，都将200吨的废弃物但你无爱插，严重危害公共卫生甲生态安全。这个案件经过年外侦办，现在地检署将姓董的主嫌甲员工2人依法起诉，相关会当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。本大队会同环境部环境管理署历时数月调阅行车轨迹资料，并进行多家公司稽查，厘清犯罪流程。全案已由高雄地检署侦查终结。环保局表示，业者原底程度许可，因为无申请延长，已经互注销。你工厂内底废弃物等待证据保全解除了后，对随限期要求行为人赶紧清除。记者柯家如柯朝阳高雄场报道。